叽里呱啦经理，亚黑马给素菜，亚黑马给素菜。我是在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上一次啊，哆瑞咪经理啊带我来这里练魔法发现的海边哦。我们在这边练魔法的时候啊，特别容易成功。这么神奇，这么厉害哦！哎，那哆瑞咪精灵跟悠悠妹怎么还没到啊？对耶，会不会迷路了啊？我们打电话跟他联络好了。好，赶快打给他们。来，悠悠妹，哆瑞咪精灵有糖豆吗？喂，阿迪古，叽里呱啦精灵，怎么了吗？我们是想说啊，你们去哪里了啦？是不是迷路了？没有啦，是刚刚在来的路上，我们发现这边有很多有趣的动物哎，所以就停下来看了一下啦。对呀，有好多会飞的鱼哦。你是说这片有懂得神奇的动物了？就是那边有很多有趣的动物啊。嘿，你们看到的那个鱼啊，是飞鱼哦。它是受到了惊吓才会有这个动作，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其他鱼类的攻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们那边有什么动物啊？有，鸦片有好跳舞的家伙海。好跳舞，好跳舞就是爱跳舞，家伙海是寄居蟹。我刚刚是说这边有喜欢跳舞、爱跳舞的寄居蟹哦。爱跳舞的寄居蟹，好像很可爱，我想看。对呀，我也想看。那你们就来找我们会合吧。OK，我跟悠悠妹现在马上过去啊，你们要等我们哦。拜拜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我也想去看飞鱼耶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过去哦？那他们现在过来，我们再过去，这样就遇不到了耶。说的也是哎。我也有。飞鱼哎！哪里？飞鱼？飞过去了啦！哪里？飞鱼又飞回去了，在哪里？飞鱼，亚黑马给素菜，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地方？这片有懂得神奇的动物，意思就是那边有很多有趣的动物。鸦片有好跳舞的家伙海，意思就是这边有爱跳舞的寄居蟹。今天的课语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呀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片黑南。